冰箱，你的冰箱交给我们。大家都太久没有录像，很兴奋是吗？非常想念大家。关键是我们的节目啊，其实越来越多的被我们的年轻朋友、老年观众们喜欢，因为我们越来越拥有文化自信。有文化自信吗？当然了，我们越来越多的宣扬传统文化，而传统文化呢，就是文化自信的基石。哎，你知道本季我们的节目哦，真的是请到的嘉宾牌越来越大，那当然越来越有名气。哎，所以在节目当中呢，会有越来越多精彩的故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哎，首先掌声欢迎6位顶级大厨，欢迎你们，欢迎！欢迎你们！一姐，你怎么戴上了老花镜啊？我今天听说有一个重量级的来，所以说呢，我把眼镜也戴好。你要看清他是吗？对呀。今天这位大明星真的非常的年轻，还有这个杨文瘦了，是因为代言接不过来吗？关键是后生可畏嘛，然后这个北川一直要挑战你，看他今天就没有来。是吓着了吗？没有，因为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中呢，北川还有康康因为档期的原因，他们就自然退赛了。是，所以呢，我们从今天开始重新我们的赛制，4集之后呢，星星数最少的将会淘汰出我们本季的比赛。是，好的。那今天的小虎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信心满满呢？我跟杨文一组嘛，信心很足啊，因为他代言接不过来嘛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本来觉得就是说整个台是平均的，你们俩一坐在那儿，我觉得我眼里只有你们俩啊，我还以为重啊，你们俩瘦了好吧？他已经瘦了，他已经瘦了，小胖子已经逆袭了好吧？已经瘦了，已经瘦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说了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大明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他真的非常厉害。是。他呢，在这个舞台上是唱越剧的，是越剧当仁不让的花旦。关键是他呢，属于刚柔并济，这在越剧的花旦里面是很少见的。是吗？而且他还属于是一人千面，在《红楼梦》里面演了很多的角色，现在无人企及。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越剧名家会是谁呢？让我们掌声欢迎！冰箱，请各位老师多多关照。冯亚芬，上海越剧院当家花旦，原派唱腔传人，他戏路神开阔，唱作业佳，受到众多观众喜爱。许标新，国家1级演员，优秀陆派男小生，以嗓音清晰明亮而受到观众喜爱。太谦虚了，谦虚了。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请方亚芬老师来啊？是因为他第一次上我节目，他就说。疯狂的冰箱，我一直在看。对的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反复要讲，你是真的吗？你这么忙？哎呀，真的呀！前2集我还刚刚在看那个曹可凡的那一集，很好，很有品味。方老师，你是不是给我们节目颁奖啊？我总觉得现在是我采访你，还是你采访我们？我是有感而发，真的。有感而发，有感而发。那我们入座。谢谢。入座了吗？谢谢下个台阶。徐标新老师一句话没说就入座了。我说标新队长，我们有一档那个疯狂冰箱节目，我说你做我的嘉宾好不好？他特意昨天还前天特意去看。他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节目不错的，蛮好的。”2位老艺术家不是来做我们节目，来点评我们节目的。我们不老的好吧？我们家的老，年龄不是问题，心态最重要。尽管我有一定年龄，但是呢，跟你在一起，我没觉得我自己多么老，你也不见得有多么年轻。徐标新老师啊，在你的心目当中啊，咱们方老师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你们看到他舞台上面啊，演的是比较内敛的这种大青衣。
其实他生活当中啊，判若两人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我们的朋友圈里面，他还发了很多做菜的图片，海鲜面疙瘩、红烧笋干。笋干烧肉笋干烧肉。我爱上方老师是什么原因啊？因为他第一次上我节目，他真的是一个很逗趣的人。为什么？我们节目录到一半，他拿他的包就准备要走了。我说方老师还没结束呢，说哈，我不是说完了吗？我的故事。因为我很少参加娱乐节目，我就觉得他们说。你只要把你的那一段说完了以后，你就可以走了。完了以后呢，正好是我学生呢，他那个在做一个话筒可能没好，那在招手，我以为说招手可以让我走了，我就拿这个报纸。然后金勇编导说：“你千万留住他今天。”我是就说一直在看他的眼睛，就是好有神，就是而且一直水汪汪的，你有没有觉得闪着光？因为我刚才在化妆间，正好我出去嘛，方老师正好进来，然后说：“哎呦，搿家皮肤美好嘛。”对吧？因为现在化妆嘛，其实不化妆的时候真的是很白，然后很透那种，皮肤也比较薄。他的皮肤真的很好。哎，你要用一个甜品来形容一下方老师，它是什么？奶冻。对啊，就是双皮奶哦。外表来看，就根本就是猜不出年龄。老精致啊，哎，老努啊，对啊，但他也有刚的一面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没看到。柔的一面。等下了鬼子杀光。方老师很儒雅，是很精致，真的很漂亮。怎么说？老有味道啊。姐夫说这话的时候，注意一下，一姐也在现场。那你觉得啥人更有味道？哎呦，这敢说的？而且那刚好了，刚好了，贾峰能想清楚。吃料理的话，有不同的口味嘛。那我刚刚一姐是什么料理，什么口味？一姐呢，是表面上她在公共场合好像很文雅的，其实是非常一个凶悍的，就女汉子这种。好像有点报仇的味道。平时不能说，今天在镜头里面是压抑太久了，压抑太久。但方老师，我感觉应该始终就是很文雅、很老的那种规矩。实际上那个说的台上的跟台下的也两回事。我们标新哥哥刚刚说了。你们说的就是刚。实际上我有点女汉子味道的。他凶是吗？他关键的不凶的，我很温柔的。听不下去了，这样子啊，冰箱里啊，你自己打理吗？隔一段时间会去打理一下，有时候忙的时候，里面一拉开来，自己都觉得惨不忍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我们方老师的冰箱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，一起来看。好，我们先看看冷藏的部分，来，3、2、1，走。哎，哦，真的是很满啊。这个啊，干什么的？这太多了。来，我们一样来看一看。有一样东西像你说的，很久没有开冰箱，是美它了吧？个啥么子？粽子啊，就像斑竹一样的。这是什么叶子包的？这个呢，可能不是浙江人，不是宁波人不知道的。我说的。一般的上海呢是用芦苇叶包啊，阿拉宁波呢是用个笋壳叶。这是笋壳啊？对啊。不是这我没有见，我走灯没看到过。碱水粽。给丝粽。那你就是蘸糖吗？红糖啊、米巴糖啊，这可以。我喜欢吃甜的，而且这是小时候的味道。现在有很多新鲜的粽子，小龙虾粽也有的，你吃过吧？不吃，因为我觉得小时候的味道是永远的。龙虾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放里面就失去了那种以前这种粽子的原本的味道。对，而且这个粽子，陆毅你看过吗？这么长，这也是粽子，也是咸水粽。应该说这个粽子呢，是我们浙江象山地区的特色。一只粽子有2斤，像枕头一样啊。以前没有冰箱嘛，因为做多了以后可能就怕坏，吃了多了以后肯定小孩子都不喜欢吃了。那父母他会把那个想出各式各样的花样，那油里面炸一炸，两个煎一煎啊。有时候我们宁波有很多这种蛋条啊什么，完了以后滚点蛋条上去啊，油里面一炸，很香很香的。现在吃不到，这个。年糕在宁波对吧？宁波年糕，这也是我们宁波的特色。小时候我是原来镇海剧团的，我们出去都会带那个烧饭阿姨的。阿囡啊，今朝阿里要吃啥夜宵啊？我要糖炒年糕，她就会做那个糖炒年糕炒出来，很好吃。我想，哎呀，有一天我突然很想吃，我就自己在做，做了全部在搭拉倒。后来呢，我有一趟到乡下头去，就农家乐，我说我要吃糖年糕，你们这，他说有，我们这里有。吃了以后就
不一样，不是那个味道，但是很响。好，来看我手上这个王泥露。哎，王泥露是阿拉宁波的特产。以前我们在海边的，新鲜的王泥露来了以后呢，妈妈她会用盐打。老腻的么子把你打掉，要过多少时间以后放酒啊什么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新鲜年螺拿上来以后葱油炒，好吃的，好吃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香囊。这是自家做啊。啊，太肥了吧，这个方老师。如果全是瘦肉的话，那个香肠不好吃的。以前做香肠是6分肥肉，4分瘦肉，一定要有肥肉的。现在人健康一点，一般性是一半一半。哦，好，我们看还有什么？这个应该比较咸了啊，虾干，这是朋友送的吗？这个都是朋友送的。哎呦，干啥呀？那这个哈乌侬也吃啊？哈乌我有时候朋友会送我，但是有时候我嘴巴馋的时候，我自己也会去买。哎，刚刚我们冰箱啊上面一层啊看到了很多东西啊，都是来自宁波的。是的，都是小时候的回忆吗？小时候就是文艺骨干吗？好像应该是。是因为漂亮呢，还是因为声音好？以前谁说我漂亮？我觉得说假话。啊，小时候从来没觉得自己漂亮过，我都是小眉小眼的。就没长开的那种，但是台上还是蛮有灵气的。一开始就去学的是越剧吗？还是在越剧之前有学过其他东西？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唱歌，唱歌跳舞这种文艺尖子，但是从来没想过去学越剧。我喜欢唱民歌，唱民歌能不能唱两句给我们听一听？对的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，前生当悠悠，就类似于这样。哎呦，这好听啊！这种，而且我觉得学唱民歌以后，对自己唱越剧也很有帮助的，因为音乐各方面声腔都相通的。据我所知啊，在唱越剧之前，咱们方老师还学过体操，身材好，比例好。那是小时候嘛。就说体工队的老师觉得，小孩子身材比例比较好，而且手长脚长的那种。我小时候，我爸爸形容什么？吃的精饲料都吃到石缝缝里面去了。姐姐手，那想年纪身体那么弱嘛，就去练练可以的啊。那有一次，他就跑到那个我们体工小朋友训练，都在搬腰啊什么。那小孩子一搬腰痛了嘛，就哇哭的。一哭，我爸一看，啊这样的。第二天不许去了，心痛了。我是从小在我爸大腿上长大的，很娇贵的，掌上明珠，很娇贵的。我最小啊，40岁生我的，他脾气很大的，但是看到我一点都脾气没了，所以他忍不了你，也许会流泪，赶紧不要学了体操。爸爸把我关起来，到了晚上下课以后的不许出去，我也蛮开心的，也蛮好，我觉得，至少我。也懂了一点皮毛，拉拉筋也是好的。刚刚您聊天当中还聊到了这个镇海剧团，是吗？对，镇海剧团是怎么会进去的呢？我镇海中学，大家知道啊？那时候我们镇海中学招生嘛，文化局局长很喜欢我，我们经常中学汇演，1等奖、2等奖背回来了。那我们这些文艺尖子，那个文化局局长肯定是熟脸，对吧？他说，这个女孩子，将来要是我们剧团不把她招进来的话。他肯定也被别的剧团给招走了，先下手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先下手为强。找到我们校长找到班主任找到我，我说越剧我又不懂的，那时候不让我去的。我爸爸说我们家里面这种开口饭不吃的。后来我妈跟他做思想工作，哎呀，他自己也喜欢文艺方面的嘛，也让他自己去尝试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们再说，就这样去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同意了？后来我爸生病了，我爸那时候很年轻，50几岁，生很重的毛病，他知道自己也快不行了。后来我的团里面的老师，就那时候录的那个3羊牌那种卡带，录了几段唱，我们老师一起学给他听。他躺在病床上面就听回来，他很朴实的一句话，将来不会没饭吃了。是一种肯定啊，对。但是您说到父亲的时候，眼睛其实也湿润了。因为我爸爸小时候是我最宠我的，在那边跟我哥哥在发脾气，我那边一拉了以后，安内瓜。我家里面跟叫法都不一样，所以说小时候从来都说我是捡来的。宁波人们都叫爹爹，我一个人叫阿爹。叫我叫安内，叫伊拉都是叫名字的。我爸在的时候，他们绝对不敢欺负我的。那小妹要插嘴的啊，这个是干嘛好玩嘛，不许说话，1分头。1分头啥意思啊？人民币里面最小的是什么？
6月份的，不许说话，没你说话的，1分头领来户。领来户啥意思啊？领来户哦。那时候我很生气啊，领来户我啥地方领来啊？上海晓得嘞，根本拿我送回去啊！他们欺负我，我爸爸来了以后，他们不敢欺负我。我在那边啊一叫，啥人，谁又在欺负他了？那我真的小时候，我哥哥姐姐他们也很宠我的，什么都不会干。今天啊，做件好事情，把碗拿过去，我爸过一会儿说，哎呀，今朝工地扶好了。因为拿过去只听到那个乒铃乓啷，全打碎了。那进了剧团之后啊，怎么样？你喜欢吗？粤剧？算不上喜欢吧，反正我唱了半年以后，说考试了，老师听了以后只看到老师在，嗓子很好，但是那么唱出来，怎么像唱山歌啊？还是那个名，不像粤剧。老师教的一段啊，关啊山好比天啊上月，那个唱出来已经很不错了。哦，像唱歌一样的嗓子好啊，那时候。所以刚开始进去半年，成绩不是很好的应该。但是我总体分高啊。我一直是吗？我外向好啊，我身高好啊，我有灵气啊，颜值高，什么都有。除了唱出来不像粤剧都好。但那时候我们就说，老师看我就在台下的时候像个小泥鳅一样的，就像男孩子一样的，上蹿下跳的，不知道累的。那时候练功完了以后，在台上呢，哎呦，像模像样，像个人，容易进入角色，就比较是那个形象。扮演是个角色就是个角。好的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冰箱里还有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3、2、1。在第2层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了这个组织吧，猪排，我试着做过，但从来没做好过，因为我一直很怀念，就说老早吃大锅饭的，晓得吧？学校里面的阿拉有一个胖阿姨做的炸猪排，哎呀，现在想想都口水会掉下来，很香，有那么大，脸一样大的。那时候脸也小，现在脸大了，反正就是有那么大。而且很香，一次最起码的2、3块，最起码要吃。哎呦，饭量大的。那时候以前因为运动量大要练功的嘛，而且我那时候每一个学期我都是拿最高的奖学金的，每个月吃不完的嘛。有时候说，哎，谁要我就买个10块送过去。10块，你那么大方？我以前奖学金有60块。10块钱零花，还有50块的伙食。你说以前人家工资才多少啊？我记得我80年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拿的是22块5毛。所以你奖学金翻它3倍，大台门出来的1分钱，送给大家。那时候炸猪排，你觉得细想想啊，咋米多了？他那个时候蘸不蘸辣酱油？好像是我们哪有给你弄完了，哪有蘸辣酱油的？1块拿了以后就是整个1块的，我们就直接拿着就这么啃啦。哦，以前的炸猪排用的不是面包糠，而不是米包粉，是用的饼干屑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一个含咸饼干的屑啊，炸出来会非常更脆是吗？一开始进的是镇海剧团，对吧？后来又专门去到了戏校。对，到上海戏校。对，而且我是插班生，插班生就人家学了1年了，我是在进去，因为我们这一届的学生都是，已经在剧团里面待过几年，而且很多是在团里面都唱主演的。那我那时候也是啊，小剧团里面唱主角的。反正不会输的。但是呢，也有一个，因为你进去了1年。大家都已经熟门熟路了，对，而且甚至于以前老公老婆就是小生花旦啊，他们搭档都这样，哎，老公啊老婆都搭，我进去是个多余的人，又在放里头，有比人多的了。大家会排挤你吗？也不是说排挤，那时候有一种孤独感，而且呢，大家都有一种另类的眼光来看你的。你插班进来肯定要有超过别人的本事，是吧？我就一个人独来独往的，但慢慢。毕竟大家年纪小的嘛，没多少时间以后我们就接纳了。空降饼插班生一定业务能力很好。你一亮嗓子一唱，他们有震惊到吗？说实话，也有老师说，这个学生不行，说我条件不要我。你不说长得漂亮，就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候说我，后来现在我们班主任年纪很大了，我就会跟他开玩笑。你那时候不要我，如果真的不要我的话，就是对粤剧事业的犯罪。他看中你哪点不好呢？觉得我声线比较细，因为唱民歌嘛，跟唱戏曲还是有点不一样。再说可能刚刚进去以后有点怯生生的。问题是他后来改变了，觉得，哎呦，
我看错了。不错。有一件让大家我觉得在当时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，在我们方老师身上发生，就是春晚。你是不是86年就上了春晚？真的是很多事情都是一种缘分。那时候是86年是第一次春晚搞直播，以前都是录播的。正好呢，他们要一档那个《白蛇传》断桥3个剧种在一起的，就是豫剧、川剧、粤剧。我戏校里面正好在排这个片段，那时候我也不知道，把我到春晚怎么样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你当时没有春晚是一个很高是殿堂。到了那边吓一跳，在那边住了1个月，每天基本上除了排练以外，后面就是彩排合成，早上9点钟进去，到晚上可能就10点钟、11、12点钟，全部武装。就跟演出一样的，每天几乎都是这样。我记得那个时候豫剧里面是小香月。小香月对，实际上我们年龄差不多的，因为他是世家嘛。对的。他应该是比较红火的。那时候我一看，我以为他是老师辈的。我们那时候长得小眉小眼的，在戏校里面，他已经是角儿了。但是后来相处以后，我们很好。你在说些啥？我咋一点都听不懂。他豫剧嘛，河南人。河南人的这个，我打懂不懂啊？对叫啥对叫？阿拉上海有个外婆头叫啥？外婆头桥。也算是一个趣闻嘛。以前也没有说是个亮点，现在说起来，哎呀，86年我就上春晚了，现在上不得了的事情。对，但是有得也有失啊。我那时候天天要勒头，而且我的随团的一个老师，他是个老补习的人，他从早上进去要勒完头，他就不许拿下来的。1个月下来后回上海，这里就那么大一块啊，秃掉了，斑秃了，头发都没了。现在长回来了吧？再不长回来的话，那个陆毅还叫我来做节目。戏曲演员其实就是大家看的光鲜亮丽，是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对，特别是京剧演员，他们这个是比我们更苦，而且他们勒的阿拉个牙子啊，更要紧，因为他们有时候要翻啊，要什么。对。像我有时候包个头，包的没包好的话，在旁边都要吐。戏曲演员其实很辛苦的，尤其是这个从小练这种基本功嘛，没有捷径可走。对。我们以前刚刚学戏的时候，我们团里面请的是一个学盖派的大武生，他一把椅子、1杯茶、1根烟。旁边是一个刀片子，我那根烟没抽完，你们拿着大鼎或者号的膀子是不许下来的，谁下来了就一片子啪上去了，上去。真抽啊！真抽，像戒尺一样，对，是一种真教训。这个不能说是暴力，对，但实际上很多艺术家都是从小这么一步过来的，现在怎么碰一下投诉了？你一定要耗到一定的极限以后。过了这道坎，你明天可能就进步了。对，你耗这个膀子，我今天台上1分钟嘛，你耗1分钟，明天可能就是1分半钟，就一直耗在那里。你到台上以后，你就膀子一拉，不会走样。看到吗？武的方面出来了。刚柔并济。所以说，戏曲演员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。然后我们的方老师啊，还有一件非常的不容易，戏校读了没多久就毕业了吧？我是插班生，跟同期学生一起毕业，至少读1年。一般来讲，其实应该读4年。4年，我们这一班呢，是因为是原来团里面待过的，可以3年。但是我3年没到，我2年，而且是学校里面帮我打报告，说这个学生在同期的演员当中，他的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。我是高材生哦。好，刚刚我们在冰箱里看到这个炸猪排啊，当然也是我们方老师一直以来怀念的那个味道，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过。这个话说的好。好，我们今天特地为你请了一位大厨哦，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位大厨。然后呢，看看他做炸猪排能做成什么样。但是我们有要求，就是你吃完之后觉得不是以前的味道，就说不是，要真实。好的呀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。哇哦 ，Max 你好。刚刚我们方老师说，他以前吃到的这个炸猪排啊，外面是脆的，比脸还要大，然后呢是薄薄的，里面本身就是有味道的，对不对？不用蘸任何东西就能够吃的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自由发挥，做出最好的炸猪排。好的，谢谢。来，掌声送给我们的 Max。谢谢。好，赵大厨，我觉得比较难啊，因为你看几十年前的炸猪排了。你有信心吗？我有信心的，我会尽力的，用心。好，赵大厨，8分钟倒计时
开始。好，首先把姜片切成薄片，切成葱段。好，这是要腌制猪肉的感觉。鸡肉啊？哦，这个要腌制猪肉，要用葱和姜。对的，然后要加料酒。我先打个脆姜。什么叫脆姜？就挂服用的大排。好像跟炸猪排套路不太一样。对的。你不用面包粉吗？不用面包。他做的是面拖大排。对的。是口水要流出来。这炸猪排是很脆的吗？但是不能敲得太烂哦。这么大，它拍的很薄，其实肉没有多少了。对。但是方老师喜欢吃肉啊。哦，放心，我服挂的很薄。但是方老师说他有嚼劲的。很 Q 啊。我感觉当中没那么薄的肉哦。不是，它一炸完以后，它又会缩的。这两好像有点薄，那它脆皮化完之后会不会就好了呢？对。放点什么的味道糊里面？里面我们要放一些，譬如说像泡打粉之类的，它才会膨胀，让大白看起有食欲、丰满。食堂菜没那么讲究的。其实，在家里面这个泡打粉不常备嘛，可以加点啤酒。啤酒的效果是一样的，它会发起来。对，还有4分25。放心。好，我放心。哎呀，我想想那时候读书的时候，那个大食堂做的都好吃。3分40秒，应该来得及，已经炸完。它只炸1块啊？对，1块就可以满足你。这么多人？快啊！大概要什么样的油温？在家里面炸，油温一般都是在220就够了。把这个糊打好以后放进去，飘起来 ，OK 了。它适合做直播。出来了。可以的。那我腌肉的时候会放蛋清，但是我发现蛋清放了就不脆了。对，我们尽量放蛋黄。蛋黄是起酥，蛋清是起硬。炸好了吗？要复炸吗？手是真说。还要3分钟还是 OK 的。我又说等着。为什么要等一等？因为油温升高，油温再起来，我们让再复炸嘛。复炸一遍。明白。第一步是把它炸熟。第2步是让它外面这个壳上色变脆。这我知道的，人家做那个熏鱼的时候。对，好了吗？满足不了也可以。这时候我跟你说是 OK。看看能不能盖得住呀？盖住了。来，赵大厨，我们切一下好吗？我在脑子里面在转，我那时候的大排是这样的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外面它有一层像起壳一样的，以前是没有的。以前它实打实的那种，很香，有一点点汁水。快上，不然里面水分。对。是边上不好，你吃中间。边上脆。边上辅料多，中间是食料多。但实际上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块，骨肉相连的。剔骨，很嫩很脆。平时跟你吃的有什么不一样？绝对不一样。平常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放这个酱啊，这些醋啊、番茄酱这些东西，它这个一定都不要的，但是味道非常好。我的感觉稍稍淡了一点点，再有一点点的咸味可能会更好一点。还有这个肉呢，它有一点点柴哦。现在呢很松很脆，但是就缺少了一种嚼劲。口感是不错的，但如果说这个冷下来就马上有问题。可能是泡打粉的作用，就是它把肉本身打松了。如果我们挂鸡蛋的话呢，里面水质就更保持多一点。我建议就不要用泡打粉了，就直接用地瓜粉。地瓜粉炸出来还硬还脆，里面的肉汁还能封锁住。这块炸猪排我感觉是像就是把棍泥狗旁边那一块。我觉得还是这个肉啊，有可能还是太薄，可以切厚一点，然后拍大一点。因为我的那一口里面其实没吃到什么肉，感觉都是糊。对的。我觉得首先啊 ，Max 大厨他的在操作过程中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，然后很多表情。它是行走的表情包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像我吃的酥肉，本身我不否认它是个很好吃的东西，肯定是的。但是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方老师小时候要吃的东西。炸猪排有点跑题，我觉得。是吗？赵大厨，怎么样呢？对今天自己的表现满意吗？对这个炸猪排，我的理解其实能够上到桌上面，第一它是酥，第二个就是它的肉质感比较是有 Q。可能今天呢，可能就是这个肉质上面的可能是太薄了一点，味道上面我觉得可能就像每位师傅说的，我们需要再改进一下，没问题。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大厨，希望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最后用一个动作表达一下你的内心。好，冰箱里还有什么？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。来，好，来冷藏3、
2、1。我看到有很多时令的水果。那首先呢是柿子。哎，柿子是我很喜欢的，一口气可以吃个5、6个6只。真的？那柿饼你喜欢吗？我喜欢新鲜的。来我们看这边。冬枣，哎，这个枣也好吃，脆生生的。冬枣也是我喜欢的。芋奶，侬芋奶哪能吃？葱油芋奶。还有一种。我会把那个芋奶蒸了这么2、3分，再把那个香肠切了以后放在上面，再一起蒸，就香肠的味道就会到芋奶里面去。哦，这道菜好吃的。那这个就应该是蛮女人的，因为方老师平时生活中啊，真的很爱美的，冰箱里放面膜。面膜对，也经常会忘记。那我们彪哥哥他从来不保养的，他皮肤很好的，从来痘痘也不长的，他化妆品也用的很杂的。说个笑话，有的时候我这个化妆品都是他们用下来的，我收的过来我就用，因为这些东西我画了以后啊，自己很顺手了，哪怕这个笔很短的一段，他的笔眉笔啊，拿出来我们笑死了，就我不舍得扔掉的。这么小一段眉笔，我说你不会那么缺钱吧？以前赵子刚化妆。我们要笑话他的，他一个毛刷子啊，胭脂刷，就几根就像那个3毛一样的。我们真的这个是一个很顺手习惯，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画嘛。好，这个是洛神花，这个是吃嗓子的泡茶。哎，这是生津止渴的，对，消炎。那个杏仁片润肺的，也有时候炖汤啊，也可以泡茶喝。哎呀，实际上这个都是巴巴哑宁的啊，自己吃的很少的，有时候想想的啊。哎呦，真的今天有点不舒服了。哎呦，看到有这个东西去弄一点，平时根本就不会想到它的。那你吃重口味的东西吗？实际上你不要看我平时好像不怎么忌口的，但实际上我吃东西应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用咖啡罐装的，也是我们团里面的老师帮我做的秘方。生姜跟红枣加蜂蜜，去寒去湿的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。蜂蜜柠檬片，那是我自己做的，就有时候泡水喝嘛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咱们方老师的2部代表作哈。是的，第一部是《西厢记》。《西厢记》应该说是我第一次得白玉兰奖的一部作品。那时候我20几岁，可以说。那么多戏里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因为这个角色比较难演，把握的不够过火嘛，有点像思春的这种味道。是的。你要不到位呢，因为这个戏比较淡雅，它就会很温，观众坐在那里就没劲，就像烧菜一样的，火候要掌握好。但是您的这个唱腔其实跟袁老师有点不大一样，您有自己的特色。因为老师们以前最早演的时候，跟现在的时代。有点不一样，而且呢，他的唱腔也在不断的在发展，老师也在不断的改进。我演《西厢记》的时候，我老师为了一个字，一定要叫我改过来。就《西厢记》有一个不要后山我离空，老师说这个后是个地名，我唱的不对，因为你现在要重新传承。因为你们的唱将来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唱法，我有责任心的啊，一定要改过来。哎，那这样好吧，今天我们在现场能不能听一段《西厢记》的选段，一点点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送给我们的方老师。我不是不要的宝鸡玲珑，我不是净土的关北叮咚，我不是风采铁马燕山东，我不是那万王宫的一命中。嗓子真是好。有时候在台上演出的时候，有时候我觉得不是你方雅芬在表演，我就是在演崔莺莺。好，那我们聊聊第2部戏啊，也是非常的著名，《玉清嫂》，但是人物个性差很多哦。玉清嫂呢，我是第2次得白玉兰主角奖的一个戏，比较辛苦，因为我是救场上去的，本来不是我，实际上真正排练的工作日是只有10几天。那你压力太大了。那时候我是真的眼睛闭起来全是唱腔。你有想过要请辞吗？因为时间太短。对，后来
也是因为碰到了这么一件事情以后，我说我要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。老师就对我讲，他说戏比天大。亚芬什么事情都可以放下，快去排，快去排，叫我马上就去排。完了，我前3天。导演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我讲地位啊，讲什么的，我排练场面我都会的。回去一觉睡了以后，第2天回来全没了。我就坐在排练厅里面，我就真的是哭啊！我说怎么办？我真不行了，我可以不演吧？但是不行，那你接下来了，而且那个广告也出去了。戏比天大，你得演，对我得演。肯定晚上眼睛闭起来都是这个，都是在排戏。我们有句行话，就钻锅，知道吧？什么意思？就两面不讨好的。你要是演得好，人家说，哎，方亚芬你演嘛，演得好是应该的呀。但是你要是就上去，你要演得不好，牌子砸掉，还是不行啊，真的很多压力。所以上台前一刻是紧张的吗？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什么都不要做，能够这么很顺利的演下来就好了。所以说那时候白玉兰奖评选的时候，保密性很强。那天说我们有20几个人是入围的，提名的。哎呀，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很安慰了。我就上去，我都已经是能提名，能提名，我就觉得。所以说那时候排队的时候，我就在一排的最角落。后来有人采访我，问我，他说：“哎，方老师，你为什么站在最角落？”我说我没想过获奖，如果没有获奖的话，我可以逃得快一点。但那时候实际上辛苦是辛苦，但是得到的荣誉也确实是最多的。23届梅花奖的榜首。中国戏曲梅花奖是戏曲的最高殿堂奖项榜首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你在付出的同时，你受到的痛苦也好，煎熬也好，等在那一刻全部值得了。你那一次一唱《玉清嫂》一嗓子亮出来，大家就是满堂彩吗？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北京有一个专家，他有一个评论，他说我很纠结，前面铺垫很多，我就想着那个玉清嫂出来是个怎么样的？因为他们对白先勇先生的这个都很熟悉，是的，而且要看之前都去买了这个小说来看，很期待这个玉清嫂。要是说出来一个玉清嫂跟他的那个形象不吻合的，哎呀，肯定会很失望。那时候我要从舞台的最纵深走到台的一个半向，是一个很忧伤的一个亮相。哎呀，那时候这个专家说，一出场我觉得就是玉清嫂了。10几天吃下一个本子真的是不容易啊，而且是一个角色，后面又获得这么多的奖。今天我们在现场能不能听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送给我们的方老师。玉清嫂，玉清嫂。有白色的裤儿，有白色的袄，有白色的脸上一双乌黑的眼，乌黑的眼中一路走过来，忧伤知多少，忧伤知多少。哎呀！就是在这后来就变成是玉清嫂的她一个最典型的动作，扶着自己的头发发髻，腰拧过来，屁股撅起来。谢谢我们的方亚芬老师，给我们这么精彩的。实际上台上的表演，它一种很重要一点就是一个对人物的感觉。如果我演林黛玉用这种就不对了。林黛玉叫那种弱不禁风的感觉。林黛玉她是水，我们说是个灵芝草，它是水做的。所以说我跟我学生教她的时候，我说你这个步子就像仙鹤走在那个。人家是猫步，你是鹤步。他就这种。今天手上戴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镯子啊，是的。这个镯子和我们的岳雪峰老师也是。那个就是我刚刚说我第1次演那个《西厢记》，老师送给我的。那老师为什么会送你一个玉镯呢？他就是教育我们台上的要保持白，要护领白、水袖白。他说有的人呢，因为台上像我彪星哥哥台上汗是下雨一样的，但有的人呢可能他就拿水袖去擦。那老师说你千万不能这样，我们在台上面对的是观众，你一定要把最美的一面要展现出来。他就给我这个，他说你带着这个镯子，完了以后这里面绕一块手绢，完了以后你如果有出汗的话，你在背过身去的时候拿出来。就是不能用水袖擦汗。对，他说这样水袖还是
水袖是漂亮的，白的，跟老虎戏一样。对，而且很讲究啊。但是上次去上班骑车，拐高怼特了。哎呦，我在雨里面啊，就下的大雨啊，滑倒了，知道吧？摔得嘞昏天黑地。这个下面还很大一块疤，这个地方那么大一块，这个倒算了，皮肉伤也就算了。但是这个摔倒了以后，我在雨里面啊，边哭啊，边在地上捡啊。哦，捡这个碎块。对，我所以说专门找人去把它修起来。那我就是把它当做是一个寄托，是一种老师给我的纪念品。老师过世以后，我就没拿下来过。已经你看晶莹剔透。但老师好像一直是说叫你不要骑自行车的，你总是不听话。骑自行车，他就觉得你不去碰人家，人家要碰你的呀。万一你今天晚上要演出，出事了，那么多观众怎么办？哦，所以说我每次骑车到老师家去，他每次都有关照，以后不要骑车啊。我骑着车，他就一定是从楼上送到楼下，看得我看不见为止。我学会车子以后，我说，老师，我有车了。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来接你。第一次接我老师，接了以后从他家出来，我开得蛮好的，中间出来一辆自行车，啪出来，我吓得我呀，啪一个急刹车。老师对不起啊，我们老师怎么说？他说，这个不怪你，怪那辆自行车。淡定啊，对啊。所以说自行车很危险的，也让你不要骑自行车。但是老师他一直以戏为主。所以他任何事情永远是戏第一，戏第一。我老师从来不说我好的，从来没有表扬过我。有一次表扬了我一次，我一下子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什么时候？就有一次做好像戏剧大舞台，是做我的一个专门的一档节目，把袁老师请过来，我说老师要请你做个嘉宾，他说我知道的呀，今天我是道具。那肯定主持人要问，就说那方亚芬身上有什么优点啊？他想了一想。方亚芬这个同学呢，他身上非常的大气，就说过我这么，我说我在旁边我就这样，我一下子真的眼泪都快掉下来的那种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冰箱里还有什么，好吧？冷藏的部分一起来看一下，来，3、2、1。接下来就是您比较爱喝的茶了啊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有乌龙茶、西湖的龙井茶，然后还有普洱茶。绿茶我很少喝，我基本上都会喝岩茶跟大红袍。好，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吗？还有这个东西，我没想到您是这样的方亚芬，能吃这么子啊？鸭脖子棒，这个你放起来，不要让人家看到。鸭架、鸭膀、鸭爪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，他会做鸭头、鸭翅膀、鸭爪、卤蛋、鸭爪，就反正鸭子的零部件。我们有时候比如喝茶什么的，茶歇的时候，那大家会拿出来这个啃着吃啊什么的。所以这个辣是甜口的还是辣的还是咸的？卤水的。卤水哦，不是辣的，因为要保护嗓子。哎，我刚刚听你说的那个履历啊，你好像一路都是一帆风顺的，不缺戏排的吧？应该。可以说我最好的年代、最好的年龄的时候，我有6到8年的时候，基本上没有拍过一部新戏，有一阶段也非常的沮丧，甚至于也想过放弃。那时候有一个时期就是有出国潮嘛，那时候也很想出去，但是还是割舍不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尽管我有那么几年没有戏排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财富，正好是让我充电的时候。那我再问，那个时候已经跟袁雪峰老师学了，对不对？早就学了，他是你有帮他刚学舞吗？这个他到底帮不帮说，他肯定不会告诉我的。只有在他晚年，他要过世前，我们一次很好的这种谈心，就坐在他家阳台上面，他跟我说：“你有没有怪过我啊？”他说：“实际上不是我不关注你，实际上我都在默默的关注着你。”但他不会是明的帮，他肯定是比方说关心一下怎么样。但是呢，他一直说你这段时间你可以学一点别的东西啊。那因为我们粤剧有2个奶妈，一个话剧，一个昆曲。他说你可以去学点昆曲。完了那时候正好还有一次机会，就是说，小剧场话剧那时候是刚刚兴起的。那时候也搞了一个上海题材的一个真实故事，叫《黑色的蜜月》。因为我正好空嘛，选我做女主角。但是那时候我这个领域我从来没有接收过，
而且跟我们粤剧的戏曲的跟戏剧的表演方法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台上说话也不一样。比方说，我有一场戏，那个新婚之夜，一个农村里面人给他一封信，说今天晚上我要来找你。拿到，按照我们惯例的话，我拿到这封信，先开始颤抖，开始颤抖，完了以后开始流水起来了，哒哒哒哒滴哒来滴哒哒滴哒。那现在他是没有的。我不知道怎么办呀！我说导演让我唱一段吧，他们哄堂大笑。你后来怎么样去处理呢？比如说现在交给你那封信，我今天晚上要来找你。他把那个拆开来以后，先把看了以后，比较生活了，比较生活了。完了看到人来了，快点把那个信拿起来，就没有不可能让你有一段唱的，完全靠你的写实表演。对，这个呢，现代戏跟古装戏不同的表演。所以说，我经过演话剧。学昆曲以后，等2000年以后，我的《早春二月》还有那个《红楼梦》的几个角色，再上舞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飞跃了。所以他和其他的粤剧人可能又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完全不对。所以说，人一个人他在低谷的时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失去自我。他没有放弃时间，关键怎么样？所以那个属于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最后对于你来说是笔财富。那这样子啊，您刚刚说您这个也学了昆曲是吧？今天在我们这个舞台上，是不是也能够亮一下？太好了！让我们听听昆曲。原来茶子艳红开遍，似这般豆腐鱼对镜对圆，良辰美景奈何天边上星落是谁家园？你怎么不来扶我呢？分享了太多的故事哈，方老师的履历真的是很长很长，我觉得艺术的道路也很精彩。当然，我觉得以后一定会走得更好，而且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演出、更多的角色。但是接下来时间是轮到我们大厨的时间了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把最好的料理送给我们2位老师，好不好？好。当然，刚刚我们看的是冷藏的部分，因为我们方老师说他喜欢吃的是肉。海鲜都喜欢吃，还有哪些海鲜？我为各位大厨来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来，冷冻的部分还有什么？来，3、2、1。在第一格呢，我们看到虾，有几只大虾。哦，对，这个虾拿来的时候是活的，我直接把它冻起来。这是什么？乌冬啊，猛的。我们以前会蒸的，上面放2个。蛋好，我们看这个是，姐姐，这个好呀。给我是网格子。这是小黄鱼，这里还有三文鱼、银鳕鱼。老师也比较喜欢吃肉啊，有这个猪肉、自虐、牛还有这个牛肉。牛肉很多种哦。哎，这个是牛柳肉。这是黄牛肉啊，还有牛腹肉，这是牛腹肉。我怀疑这都是人家送你的，你都闻到。还是海鲜偏多，因为我是海边的，所以啊吃了很多好东西啊。今天考验我们的大厨是。那么接下去的时间呢，我说了啊，从今天这一集开始，之后的4集，我们将评选出星星数最少的将被淘汰出局。所以呢，每一次的出战对你们来说都至关重要。那么第1回合的比赛呢是团队赛，题目是什么？来，方老师。还是小时候妈妈的感觉，因为我们从小就离开家，妈妈烧的东西永远是最好，在记忆当中。所以你还是要有怀旧的东西。对对对，我们标清哥哥啊，他是苏州那边，苏州人，是不是可以做出既苏州的宁波的一种
苏州宁波和苏州还要加在一起，所以这样子哈，我们把题目再规范一点啊，怀旧的宁波味道，然后呢加一点点创新在里面可以，但是呢最好能够有徐老师苏州的一点点味道加在里面。那接下去啊，我说的是团队赛，所以呢我会选择2支队伍首先来出战，小虎、杨文起立。他们没啥难度。还有一组啊，我征求你们的意见好吗？因为我们是全新的赛制开始，你们希望和谁一组进行 PK 这一轮？我希望和陆毅和妮妮一组。你想赢的心会不会太重了一点？第2组我选择的是姐夫和 Tim， 有请。有1分钟的讨论时间，1分钟倒计时开始。如果有辰光要打着吧，这种屌就可以了。反正我的这种我能讲嘛。好。时间到，来，请入座。我们会有一道非常传统的宁波菜，里面有烤菜。烤菜一般都是冷吃嘛，但是我们这道是冷菜热做。然后我这边呢，因为听老师说他上面吃过米其林，下面吃过路边摊，那我做一道非常浓郁的那个地中海风味的菜，一个道西餐，一道中餐。对，他负责米其林，我负责路边摊。我们可能会用到那个粽子，有宁波传统的东西放在里面。然后因为唱歌演戏嘛，想到对喉咙有好处，我们会用肉神花去做一个饮料。好，时间一共只有15分钟，所有的食材从我们方老师冰箱里面取得，掌声送给4位，有请。第1回合比拼，我们的主题是怀旧与创新的结合。2位大厨，你们的菜名分别是什么？首先，姐夫，风雨大观园，才子配佳人，共筑越剧梦。哇！2位大厨，你们团队的时间一共是15分钟，而你们2位只有7分钟的料理时间。15分钟倒计时开始。我先问一下 Mike， 你用了哪些材料？咸水粽啊，一些油条、宁波咸菜。然后还有肉松，还有肉神花，快点啊！那个柠檬蜂蜜，还有一个这里，还有个梨。原料比较简单。我拿了一些烤菜，然后海鲜，还有年糕，还有一些番茄。好，明白了。所以你要完成的料理是地中海汤、米其林料理。所以他7分钟里面要完成这道料理是吗？对，他要帮我做一点切配工作。炒的是什么菜？炒的是洋葱、蒜片、番茄，先把蔬菜炒香，然后加入胡椒。我们这边的话用的碱水粽，然后会一会儿将把它擀成平的，然后将一些肉松啊、咸菜啊包在里面，像类似于咸水粽饭团是一些类似的。对，然后油条我们已经在这个油锅里面加热了，那这样的话会更加的风味。他现在在做的是什么？在煎。它是冰的，我们需要让它稍微加热软一点。对。一姐，我想你这个特别点评一下，你觉得姐夫做的怎么样？我可以不点评吗？如果是在那个，我现在让他停下来。先把那个全部都擦干净，重新做。灶台吗？你说？他已经把你的话已经擦掉了。2位大厨还有4分半。姐夫家教太好了。杨文现在在那个炒好的海鲜里面加了罗勒，已经应该闻到香味了。西餐你吃吗？比较少吧。一般到最终还是喜欢吃中餐比较多。10分钟的给六年，给六单。问一下 Tim， 你觉得你分配给麦克的任务，他在时间内可以完成吗？姐夫如果前期能把那个团子结束的话，我会到时候后续再加工一道。好，明白了。2位大厨还有3分钟，你们。姐夫已经在包饭团了。对，因为这个碱水粽如果冰的话，它很难成型，所以我们用这个低温的油稍微过一下，那让它的那个温度在里面，然后口感也会更加好一点。而且都是宁波那边的一些当地肉松啊、海苔啊，然后一些咸菜啊，然后这样。没有荤的，我们油松所以荤的，肉松就是搅荤。杨文现在在那个鲜的鱿鱼在改刀打片，他要完成的那个汤已经完成了。还有2分钟，2位大厨，米糕8五小。我在期待着，我那么杂的冰箱里面什么东西乱七八糟都有，他能做出那个米其林来。
Robin，你更看好的是哪一边？小虎跟杨文这边。为什么？因为中他本身就小虎很强嘛，然后再有杨文，如虎添翼啊。就是姐夫，我现在看到他很做悠悠的了，做饭团，我不知道最后呈现的是什么样。然后，但是其实我是蛮担心的。还有35秒，两位大厨。我感觉姐夫在做4大金刚。哎，这个是。哎呦，伤害对手。罗勒叶，然后我帮姐夫测试一下油温，姐夫油温差不多可以了。姐夫不用油了。不用了，后面是我用。3，马上那溜出来，上路就好了。1，机长接力。好。刘舰长一说了，哎，你不要开太多，我说。好，麦克问一个问题啊，你刚刚在你的规定时间基本完成了你的任务吗？基本完成了，但是形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，但问题不大。明白了。来问一下我们的小虎，刚刚杨文是不是基本完成你所要求的一些步骤？他已经超越我们说好的步骤。哎呦，闻得我肚子也饿了。Tim 现在就把那个生梨要切完以后呢，要把它汁压出来。再用刚才泡的那个洛神花的那个汁去冲开它。所以你们主要的食材是不是已经做完了？做完了，就是一个饭团加一杯。早餐套餐。小伙，我的汤铺了，给都给。一姐，你对于今天姐夫的表现你怎么看？我觉得他就是选了一些就是带有点宁波或者当地的一些特色东西，然后想做一个创新，但是味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。还有5分半，两位大厨。小虎现在呢，由于在烩这个年糕。然后现在再把我的那个海鲜汤再装盘，海鲜汤让伊收浓，然后浇了高头可以了，不要现在就汤丢进去啊。倒进去有那个新西打好卤类点缀在上面就好了。好，4分半，两位大厨。为什么要洛神花和梨放在一起呢？因为梨的香味可以很好激发出洛神花本身的那个香味。其实像我们做很多时候如果没有树莓，都是用洛神花来代替。还有颜色也很漂亮。对，你这杯茶刚才他 Tim 有放了蜂蜜。现在再加一点洛神花的酱，生津止渴又开胃。其实你的时间很充裕啊，现在还有3分20秒。对，所以说你会再要添加点东西吗？我会在刚刚方老师说他喜欢吃那种咸水粽，喜欢蘸白糖嘛。我们一般的传统的吃法就是粽子白糖蘸白糖。小虎现在已经在摆盘了，对，然后再收汁，最后再淋上这年糕鱿鱼上面，非常地道宁波菜。但我今天观察到一个细节，小虎很多时候都用在西餐的那些技法，夹子黏呐，就细巧很多。对，没有用那种大圆勺没有那个大圆勺。2分钟，烫特度啊，不动。哇，这个味道看上去有把罗勒也让开，有点像。有小虎现在很细腻的嘛。哎呦，小虎也会拿镊子，完成了，居然比 Tim 还快。还有30秒 ，Tim， 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好，10秒。完成嘛，老好了。来，观看你的作品，掌声送给小虎。好，观看你的作品 ，Tim。好，2位首先品尝的是小虎他们的2道料理，有请。那个茴香苗也可以吃的，然后吃菜和年糕，这其实是一个宁波家里面都会做的菜。是的，烤菜。小时候的记忆，现在因为条件好了嘛，都吃的海鲜比较多。这个以前年糕切一大块放在烤菜的那个汤里面炖一炖，对的，然后再加几块芋头，就有点甜口，带点咸口的。刚刚他说的是个典型的宁波菜。但是他已经把这个上海菜的味道也融入到加进去了。好，我们来吃烤菜。这个烤菜一般在宁波是要偏甜一点，对吧？对，偏甜。这是米其林海鲜汤。我跟杨梅2个人商量，因为老师是走南闯北，所以说中西式风味都有。今天我感觉到这个海鲜还是蛮有特色的，很鲜。好，来，我们如果这一道品尝完了，我们抓紧时间品尝的是姐夫和 Tim 这一对的料理。我来帮方老师分一下。
哦，加了点糖，加芝麻。对，就是一甜一咸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你的装饰也是没有浪费到碱水粽的那个粽叶，对吧？对，把它全部还做了一个装饰。来，徐老师告诉我们，你觉得这道料理的味道如何？这道菜，因为我是苏州人嘛，我吃到了有甜的东西在里面，我喜欢了。这个肉松还有里面碱水粽，它们包裹在一起的嘛，有点像阿拉老的不早吃那种紫饭团一样的，但是它这个味道更浓。很好吃，好。刚才那个年糕跟这个入味，然后那个海鲜汤，海鲜汤我觉得就是海鲜汤啊，没有惊喜啊，对，但是这个还其实是真的是不错。姐夫的料理，啊，它这个。我吃了2种味道，但其实我觉得裹芝麻的好吃，加糖的这个更加香，因为芝麻本身也很香嘛，然后加上糖就是很糯那感觉。其实我很担心，因为刚才看 Tim 也好，姐夫也好，他们在切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是很硬的，但是其实2个菜它都很软密，然后我也觉得芝麻跟糖更出色一点。杨文跟小虎就是杨文跟小虎2个人。实力摆在那里，汤很杨文，那道菜也很小虎，就这样，所以做出了各自自己的特色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接下去的时间，方老师拿起桌上的1颗星星，走到2位顶级大厨的中间，有请。来，3、2、1，请选择。我不拖泥带水，好吧？我交给他手里面。谢谢。没地方不动的。恭喜小虎。他把鱿鱼做成了木鱼的感觉，年糕它的软硬度恰到好处，既有宁波的口味，又带了一点点上海的味道。我们的姐夫的那个呢，实际上越是简单的越是难做。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个星星给他？因为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啊做出一个我想象当中的那么有创意的。但是有一点，我觉得我回去我们可以学一点，就是他把那个碱水粽外面放芝麻，这点很香很好。好，谢谢方老师，请入座，谢谢。我觉得今天跟姐夫完成的还算满意。为什么我们不做菜？因为我们知道杨文跟小虎实力摆在那边，我们也不能鸡蛋碰石头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做这一道东西呢？因为肯定是就是想偏向于主题一点，然后是能增加一些点睛之笔在里面。非常感谢，谢谢2位大厨，请入座，谢谢。好，刚刚是第1回合我们的团队赛，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个人赛的环节。当然，题目依然由我们的方老师来出来，有请。可能更多的还是偏向宁波吧。明白了，其实题目也很简单哦，他还是想要宁波这座城市。那我给他取个题目叫做小城故事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希望这个城市里面有故事、有回忆，当然能够有情感就最好了，好吗？那么接下来还是由我来选择出场。第1位出场的是一姐，有请。一姐，你想对战的是谁？姐夫。姐夫。对，大家都想赢他，合适吗？小虎，愿意应战吗？小虎，刚刚做完一轮菜，你还有体力吗？为了满足一姐的心愿嘛，总归没有体力也要上。一姐，你这属于报复嘛？没有，就是他已经赢了姐夫，所以帮你报仇，对吧？这个不需要跟他报仇，他就这个我早就知道结果了。这样子哈，大家有设想吗？还是宁波这一座城市，你们要做什么样的料理来对战？一姐，我在想到有一个什么小海鲜啊，或者就是比较地道的一个宁波菜。因为说到宁波菜嘛，肯定跟海鲜有关系的，所以菜的里面的元素肯定还会用到海鲜，但是这个就是大海鲜和小海鲜的区别。你用的是？我可能会用小的吧，就是不起眼的那种。好，2位大厨15分钟的料理时间，所有食材从我们方老师的冰箱里面取得，掌声送给2位，有请。第2回合比拼，我们的主题是小城故事。2位大厨，你们的菜名分别是什么？首先，一姐。雨燕小路。只为红颜醉。取的都很漂亮。好，2位大厨，料理时间是15分钟，倒计时开始。首先问一下一姐啊，你选了哪些食材？我选了一个9肚鱼，然后有年糕，豆腐，还有一个就是虾仁。
家烧台州特九肚鱼别的烧法。其实它在宁波，我看菜场里有很多很多。宁波人叫呼仔，晒干了就是龙头烤。哎，非常嫩。问一下小虎，你选择食材是芋奶、蟹糊、鲈鱼。他正在改刀的就是鲈鱼，拎起来老漂亮的。但鲈鱼不是海鱼哦。哎，鲈鱼是小海鲜吗？我用的小海鲜是蟹。前我们的蟹糊是把那个白蟹加点盐，就给它捣碎。怡姐其实她今天这个菜，我觉得对我来讲还蛮有把握的，因为她大致构思跟我讲了一下，我就觉得我听听都很想吃。虽然是一个传统的宁波菜嘛，但是它其实还是有做改良，然后有小惊喜的。哦，我这里卖个关子。那它都很精细，因为那个鱼本身很嫩，豆腐又很嫩，这其实要保持它的完整性。还有虾仁也是嫩的。就是考验一姐手上的那个感觉嘛。一姐问一下，你为什么在豆腐上面裹面粉是吗？外脆里嫩，具体是面粉还是不容易碎嘛？成型。对的。哎呀，解释太好了，要不我要找你做代言。我代言太多了，接不住了。队友是在开油锅，估计是拍那个鱼要定型，拨一下油。然后它这个烧出来，我觉得应该是得子布，芋奶是起粘性，因为有淀粉。对的，还有个炸了以后或者起胶质的。但我想象不出哦，鲈鱼和蟹糊怎么结合在一起啊？如果说它蟹糊的话，肯定是烧白汁，因为浓油赤酱烧到哈乌西米多了嘛，所以这个白汁难度烧的其实蛮大的。鲈鱼是干煎的，与那方格。领狼期啊！哦，还有10分钟，2位大厨。然后一姐这边用九肚鱼裹上淀粉吃下去，过一下油，淀粉炸出来比较脆，面粉可能是就是说只不过上个颜色或怎么样。我以后家里也可以做。其实小虎每次我看他做菜都是一种享受，他动作很快的。你觉得这种表情是种享受吗？没有，他很危险的，他的脸本身就不能看。这什么动作？他很认真。他的改刀很特别啊。对，鱼肉它会一个个竖起来的。哦，7分45秒。怡姐现在其实已经豆腐跟鱼已经开始出锅了，然后另外一个锅应该是烧了一个酱汁，倒了点生抽还是老抽？那就是红烧酱汁。老抽。然后小虎这边已经是鱼定型了，开始。应该我觉得两边时间都来得及的。那我觉得这2道菜的输赢的关键就是在2个分别的酱汁。光从鱼肉品本身的质量来说，九肚鱼是非常非常嫩的。但是小虎这个呢，它的鱼肉的品质过油是很考验一个厨师对油温对鱼肉的掌控的。哦，做得好的话，鱼肉是什么样的？飘起来的感觉。还有5分40秒，2位大厨。一姐这道菜的酱汁肯定是浓油赤酱，有酱香味，是有点甜味嘛，酱油里面。然后小虎这道菜呢就是咸鲜味，能把那个蟹糊里面的甜味道烧出来，那个不得了。哎 ，Robin 问一个问题啊，就从鱼肉口感上来说，会不会九肚鱼比较占优势？那是肯定的，鲈鱼先天不足，所以说小虎用这个酱汁。说句心里话，2个原材料本身就不是一个档次的，所以真的去比拼的话，其实是很难。那么这样说，我们话会，如果今天小虎这一轮赢的话，不可能，就是他的他不要调得好。我跟小虎比拼中餐还是很有压力的。小虎问一个问题啊，刚刚我们都在说啊，就单从鱼肉的口感上来说，好像鲈鱼先天不足啊。我要做的口感本身和它的口感就不一样，所以其实你需要的是鲈鱼这样的口感，对吗？对的。3分10秒，2位大厨。那我觉得从鱼的本质区别来说，一姐的鱼确实是占有优势。是的。但是呢，龙头烤我不是很喜欢，但是我喜欢吃蟹粉。小虎这边其实没出来，我已经想象得到是什么味道，蟹糊的那个味道能进到这个鱼就成功了。然后一姐这边，我看她这拼命在煨。如果味道这个味道进去的话，也有占优势的。1分40秒。一姐，你那个动作来回的搓扭是在干嘛？因为我不能抖嘛，但是他要让它不能粘底吧。1分半。其实我这个菜是2道菜，不是1道菜。一个是芋奶和蟹糊，那么这个鱼的味道从哪里来？鱼我刚刚腌过了。就是油炸鲈鱼啊！哎，对啊。小虎最后撒了一个白胡椒粉，那白胡椒粉对于这个蟹糊汤的口感非常的重要。40秒，2位大厨。这么多白胡椒粉啊！30秒了，2位大厨。好了我。8、7、6、5、4、3，好。来，一姐端上你的作品，掌声再次送给一姐。七彩表演一场，感动世界，大声说出情话。
端上你的作品。来，两位首先品尝的是一姐的料理，有请。这是龙头烤香菜葱还有所以你汁相对收的比较干啊。这其实把它收的正正好好，它是饱，它是一个。所以它一直在抖，就是它也不能让它沾底。年糕没拿。年糕没拿哦。我吃到了这个豆腐啊，本来淡淡的，但是加了这个九肚鱼的这种味道都进去了，所以非常好吃。好的。两位老师品尝完之后，我们就接下去品尝的是小虎的料理。品尝之前，我先问小虎一个问题啊，你的鱼就这样干吃吗？没有任何的蘸酱？就宁波人吃鱼的话，都会爆腌一下，腌完了以后是煎，煎出来。哦，像估计大恩样啊。对呀，然后那个芋奶是一道菜，就是，配着一起吃，而不是作为它的蘸酱。两位老师品尝完之后，可以接下去品尝我们小虎的料理，有请。因为宁波人吃那个咸带鱼的话，是用来早上过泡饭。但你鲈鱼的肉比较厚哦，对的。这点盐时间够吗？因为加了挺多的盐，也不能很咸啊。其实这个鲈鱼呢，它的食材呢，它本来没有龙头烤它的鲜美。小虎它是经过后期的加工，表面上呢咸了，但是肉呢还淡了一点，但是这个肉很嫩。一姐这边。它包括的豆腐果粉呐，就是这有难度，会碎掉。然后它整个汁收到蛮平衡，正好裹在外面。这个我觉得可以了，不错。一姐怎么给了你个白眼？一姐很不屑你的肯定感觉。小虎这边我觉得这个芋头比这个鱼好吃，比较鲜，因为有蟹糊在，对。应该宁波好像没有这个鱼，不吃这个鱼。所以说鲈鱼是败笔了。不难吃吧？其实这鱼跟芋奶你一起吃，平衡的很好。来，方老师拿起桌上的一颗星星，走到两位大厨的中间，有请。来，方老师，请选择。谢谢。恭喜一姐。谢谢。一姐她一端上来以后一看，色香。一吃就是味，而且非常的入味，既有家乡的味道，又有那种小时候的味道。小虎呢，它实际上芋奶跟蟹糊这种做法，它是有点想法的啊。但是因为那个鲈鱼啊，它那个时间腌的不够，但是它今天大家都已经觉得非常对，芋奶跟蟹糊这个做法比那个鱼要好，更好吃。好的，谢谢方老师，请入座，谢谢。我对这个鱼。这个时间上还有这个油温上估计不足嘛，导致了这个鱼最后这个成型不是我想要的，但是确实时间不够。非常感谢二位，请入座，谢谢。平时可能大家看似比较简单的食材，能够做出非常精美的食品，真的受益匪浅。谢谢方老师，谢谢。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活动啊，非常的高兴。因为我呢是不会做菜的，所以今天尝了大厨的厨艺啊，是有一种追星的感觉，美食迷了成为一个。好，谢谢徐老师，谢谢。我有一句诗要送给我们的方老师，我觉得您真的是品若梅花香在骨，人为秋水玉如魂。哇，谢谢。我非常喜欢我们的方老师。是的，因为方老师是说编导到他家里去翻冰箱的时候，方老师说啥人就拿来啊，是小了吧？然后编导就说小了啥呢？原来指的是我，因为第一眼我见到他，我就觉得是一位艺术名家。是。然后呢，但是在生活当中，他又是这么的逗趣，把很多的快乐带给大家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话不多说了，期待下次您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疯狂的冰箱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